个赖清德伫办理的老祖厝违建的争议，新北市政府地震局昨深夜阁来发出声明，讲以空白的航照图来判定赖清德的老祖厝是92年以后新起的建物，甲周边的状况无相同，是属98年6月24进行的寄存违建。赖清德竞选总部是大动作来反击。 展出着户口名簿甲房屋内部的画面，讲这间厝自头到尾拢伫咧原地，无刷到其他的所在来兴建，宽装只有29.3平，刷互外界形容做万里的地堡，这是严重的畏缩。赖清德竞选总部更替新北市政府变做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，新北市政府嘛来反击，讲做贼的发掠贼。 去年接受媒体的访问，赖清德亲身介绍新北市万里的旧厝，行过客厅和灶骹，一路到后壁的花园，就算伫咧证件会顶悬已经强调要公益信托，不过这个争议煞无因为安尼就结束。 选举选到用这样污蔑的方式来说，这是一个新建的房子，非常的不应该。大动作空中呛声，因为伫幽灵房屋的讲法了后，新北市府24号提出空翕相片，用航照判定，讲过去这个建物无存在。赖清德的旧厝，即摆的建物是92年了后的新建物，和周围的状况无相像，嘛无关系，是属于98年6月24号进行就存在的违建。 他们原本的地目是31号之2，那么这一整区经过地目的整编，所以变成是中福里的84号，从来没有移过位置，门牌就在84号，请外界、请蓝白、请新北不要再污蔑了。公务机关向来依法行政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请过发言人不用再靠着泼新北市的脏水来硬凹。唔那安尼，搁较提出户口名簿来反击，讲这个厝将来唔捌刷顶当过。 根据原始的资料，这间厝原本的户长是赖清德的老爸赖朝金，在49年意外过往了后，户长就改做赖清德的老母。这里是一个万里地堡，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污蔑。总坪数大家可以看到，1楼这里就是29.3坪。 2楼的确有一个小小的通铺，它的占地大概是15坪。同一个时间，搁放上第4期竞选广告，提出政绩理念，让台湾人有感觉，嘛希望违建的争议会当量早结束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